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咱们平常经常聊这个胡适这个制度性的问题以及胡适的上市公司欺诈性上市、财务造假，以及这个中介机构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配合或者甚至是协助上市公司做假账、虚假陈述等等。说的这个比较多今天是周末，我看到有个 UP 主叫作手则文，他发的一个关于离婚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可以叫离婚后的父爱，他是通过真实故事探讨婚姻中的信任危机、债务纠葛和亲子关系的延续。他这个节目是以静静和佩佩夫妇为主角，主要是讲述这两个人2019年结婚到离婚的一个历程。这个纪录片中这个静静是一个全职的博主 UP 主婚后生育2个孩子，然而平静的生活被丈夫佩佩的隐瞒炒股行为打破。2015年开始，丈夫瞒着妻子炒股，累计亏损超过1000万元，不仅抵押了家里的房子、车子和车位，还亏光了妻子及其母亲近100万元的积蓄。这一切在一次度假的时候偶然曝光，就是这个妻子翻看丈夫的手机的时候，发现巨额亏损。后来在追问之下，一切浮出水面，然后这夫妇2人协议离婚。这个纪录片探讨了炒股风险对家庭的毁灭性影响。节目大概长10多分钟，通过这个节目引发观众对理财、婚姻、人生选择的一些留下。说实话这个纪录片我刚看完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夫妻俩离婚是做的技术性处理，就像许家印和他媳妇离婚，实际上做一个财产隔离。不知道这个丈夫在外面还有没有借什么债，对吧？现有的房子、车子押出去了，要是还有负债呢，也就其他的负债。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选择离婚呢，更多的就像许老板和他老婆是一个风险隔离资产隔离。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炒股炒成这样的也大有人在，不要说这样的，还有很多走了绝路的，对吧？在天台上一跃而下的，这个不少见更多的没有这么激烈，说闹到了离婚的地步。但是只要一炒股，99%的人会影响婚姻和家庭生活。为什么呢？特别简单，就是因为你炒股你很难把握自己的心态，你那个心跟股市在一起在波动今天你抓住一个涨停，你挣了点钱，就像胡一进老师一样这个今天沪指涨了0.2%，胡一进老师他总市值涨了0.3%，他就特别开心。甚至今天胡适跌了0.2%，但是胡一进老师他只跌了0.15%，他也开心。虽然自己缩水了，但是大盘缩的更多他是这种心态，所以他那个心情就跟随着这个指数上下启动。今天多赚了一点，马上眉飞色舞，笑逐颜开，对吧？吃面条给自己多加2个蛋，看到小孙女的时候就觉得更加活泼可爱，就愿意带她出去坐小火车公园里跑一跑，看那个公园里面跳广场舞的大妈都顺眼多了。今天如果他跌得多，对吧？大盘跌了2%，他跌了4%，那胡一进老师不要说加鸡蛋了，这面他都吃不下。看见孩子也不知道气从哪儿不打，气就不打一处来对吧？到公园里走一走，看见那些跳广场舞的也是非常痛恨一个个的面目可憎。如果赶上几个暴跌对吧？大家跟掉了魂一样就像那个从脊梁骨走了魂魄。我记得这是曹雪芹说的魂飞魄散了。这个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说胡适至少到目前为止，本质上它这个零和游戏，甚至是复合游戏，因为手续费、印花税等成本，还有很多人拿着镰刀这里割的，对吧？你看那个换方量化，那就是大号镰刀子里面割割完这个钱去哪儿了呢？去了那些券商的什么业务经理、客户经理，对吧？去了换方量化的那个什么市场总监，人家手指头动一动就拿8000万、2000万、300万的黄金。你这韭菜省着这个省吃俭用的，一杯奶茶都舍不得喝，对吧？勒紧裤腰带把钱往这个在胡适里面挥金如土，最后变成人家的佣金。
对吧？变成那些大股东套现的资本，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个澳洲，对吧？杨澜澜的那个存款上面的一个数字，这都是这些韭菜的贡献呢。变成了杨澜澜，对吧？一身名牌、一身定制款的这个底气。正因为它是零和游戏，甚至复合游戏，所以它带有一定的赌博的那种属性。既然是赌博，对吧？它就容易让人着迷啊、沉迷，甚至炒股比赌博的危害还大，因为它比赌博更加隐蔽啊，它有一层外衣，对吧？让你感觉好像我是在投资啊，国家提倡的，在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啊，不知不觉的倾家荡产。当然了，如果你说我拿5万、拿3万就是去玩，就是要体验一下，沉浸式体验，对吧？这3万5万赔干净了无所谓。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这一点，那也可以。就怕有的人啊，对吧？他就是这么3万5万，刚开始心态很好，对吧？这个小赌怡情，但是常在河边走啊，哪有不湿鞋的？这个人性是很难琢磨的。你突然有一次机会，恐怕就加大了力度。如果尝到甜头了，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最后形成路径依赖，最后来把大的，最后就被关注了，最后为了解套就不停的往里添，不停的加仓，对吧？跟普京一样，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